而家好多消費者買產品、買服務都要求免費，佢要求免費嘅音樂、免費嘅電影、免費嘅 App。我覺得免費嘅嘢係需要，例如免費嘅教育、免費嘅緊急醫療、免費嘅緊急救援。你唔會希望我搵同你講，你嘅人工可唔可以免費？同商家講，你個包包、你個手機、你杯珍珠奶茶可唔可以免費？買產品要睇嘅唔係價錢，係佢嘅價值。1萬蚊嘅包包，你覺得物有所值；1蚊嘅饅頭，你覺得佢貴。有錢花唔值得羨慕，懂得花先值得尊敬。所以今日開始，我哋買產品、買服務，唔好再集中睇佢價錢，睇佢帶來嘅價值。團結就係力量，拒絕免費，拒絕內卷。我係 Jones，thank you。